鸿蒙版的微信你们吧，它现在这个铃声已经回来了。就是以前你用微信给别人打视频或者打语音的时候，你是听不见铃声的，你听见的只是一两句话，有的时候呢，可能一两句话都没有了。现在是全部都回来了。之前是鸿蒙系统的微信和鸿蒙系统的微信之间打电话、打视频，它是不显示这个铃声的。有时候呢，偶尔它会显示一个，你这个铃声的前两句一直在循环。但是现在好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去试一下，鸿蒙手机和鸿蒙手机这个微信相互打电话，这个铃声是都显示的了。单独设置这个铃声还不支持，这个铃声呢，你需要通过别的手机，就比如说 iOS 或者是安卓手机，你从这个上面登录好你的微信，然后呢，把你的这个铃声设置好，再登录回来，你的铃声就有了。你们去试一下，微信最近更新速度还挺快的，下次更新微信下次更新你们多期待一下，肯定会有惊喜的，真的。鸿蒙现在嘎嘎好用。